欢喜在地新闻，继续来看南投民间清北溪茶文化主题馆，10月28日正式来开幕。打来游客到清北溪，唔来当欣赏到茶园的风光，嘛会当到主题馆来体验趣味的活动。 新冠肺炎的疫情有较回，民众开始伫假日的时安排出去佚佗。观光局参山管理处将在地茶产业的特色，甲清北岭游客中心做结合，成立文化主题馆，并且伫28日开幕启用。还有我们整个民间乡的产业之旅能够展现出我们整个疫后观光的一个特色。 除了有茶文化介绍以外，也有充满古早味的做茶体验区等等活动。开幕期间，嘛展出南投县书法家的作品，互游客来遮，唔来使了解这个所在茶文化，嘛使感受到地乡的艺文气氛。那我们在主题馆来展出谢老师的一个作品，那也希望我们的游客能够体验茶香之外，也能够有一个很好的艺文之旅。 参山处表示讲，希望唔那吸引老大人来遮观光，少年人嘛会使带囡仔来遮佚佗。台中的